国内因为发生非洲地震，已经10月2日开始就禁止用喷饲猪哦。政策是敢要放令咧，是即马才还未公布。也毋过有要求讲载喷的车都爱装 GPS。今仔早起嘛，伫行政院来开会讨论。目前用喷的饲猪好是认为，若装 GPS 也毋过哦，饲猪场无用无共款的车来载喷甲载机，佮用同一批工作人员无做好管控，这防止病毒的效果恐惊嘛是真有限。载猪的车为训练出发，沿路载猪去到跳舞场，每一个定位拢真清楚。2019年因为非洲地震疫情压悬，中央要求载猪的车都要按 GPS 掌握路线。即届台中5车标出非洲地震的案例，农业部甲环境部要求载喷的车嘛要按 GPS， 原底应该18进前完成，后来搁延到12月初7。双方对于应该修什么法还要协商一下。上个礼拜6就请他们调查回报，统计到目前为止大概有460台以上。有偌济载喷的车爱按 GPS 要咧统计，就连爱收到一个化工这执行嘛要咧讨论。目前载喷的车数量上济伫咧桃园甲新北，毋过用喷饲猪的农民真不满，讲伫咧政策还未定案进前，都要求因爱按 GPS。虽然因也是会配合，毋过即届标出非洲地震，根本是因为无落实下喷。第二个重点应该是精进监测。政府定叫阮整一大堆啦，改成像农民拢改用安尼，改做钱安，阮拢配合面啦。若假使袂正实，毋是拢加才增加什么赔啊？设立全台湾头一间集中下喷的专巡饲猪场，为着确保生物安全，载喷甲载猪的车拢爱分开，相关的人员嘛分流。避免喷等等的物件对人甲车或者是下讲去接触到猪仔。负责人刘家顺表示，甲 GPS 来比，确保生物安全是更较要紧。我们是所有的人员都做所有的分流，我们再处理的归再处理的。我们畜牧是有专门畜牧管理的部分的，没有说都合并一起同一个人在做操作。从10月2日禁止用喷饲猪，目前全台湾敢若新北市有出现4例违规，其中有2间饲猪场，毋但是违法用喷饲猪，喷嘛无过行过。负责人罚款206万。虽然即届有成功阻挡非洲地震的病毒，并无断开，毋过敢搁要用喷饲猪，相关的配套敢有周知，政策交代一直拢无够明确，嘛互用喷饲猪的农民感觉毋知要安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